个叫做30人的。30人年啊！了是美洲的。哇，老几差不多台呢。哦，这有这个30我年。真的讲看过最舞诶，嘿呀，超黑。别是多年呢，30年了。五心通，不心痛，好符合我。怎么说？哎，你看水复性那你黑的腿标啊，心肝嘛？你看布用做一下好选，你看风水做一下好选。一定爱布两做的。哇，你搞的红，好像鲑鱼哦。瓦萨米会更好吃。嗯，哦，就都妈得，怎么办？因为有番师傅改下好贴片教头来讲，对，这个有贴片的学法的哦。一度不用所有给色彩东西，这边珠宝盒，然后又是陈明珠做的珠宝盒，人民珠宝，我联名了。哎呀，该推哦，唔但像系培根的培，还系陪你的陪。Hello， 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还有所有现场的乡亲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杨淑坤，一家之主，我民族。爱中白跳。今日同欢喜哦，做乜嘅呢？因為有請來到也係潛水者，總辣天氣寒假，家就全部會當新聞嘅青農。哎呀，青農有後生，就會降天。而且呢，家就港中啊，已經變到博士級的農民了。哇，我很記線上，認為有動到嘅農業哈，兩下哎，跟農產品，唔但只是種出來聽聽啦，還有後續的什麼生產履歷啊，哦。票出按已經攞經驗嘅咧，冇唔錯。故所呢，對小姐家到之前，先來分享到今日評審欣賞，提前來分享到嘅係顏玉鳳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講嘅，大家好。阿鳳哥好，等下來分享到嘅係邱玉涵邱師傅。哎，大家好，顏玉涵。哇，歡迎。也是有生產履歷的師傅啦。OK，接下來呢，分享到係啲風水潛水者，即係講係我嘅老朋友哦，嚟到合作後面些時間就貼過記嘅。當優秀嘅青農來分享到哦，二兩三黑眼力整品記老菲林記分享，二兩三嗬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今日呢，佢係老家嘅阿嫂叫下來，表嫂叫下來啊，特別好，好，到來看下藍色嘅一片係來自中辣嘅兩公婆嗬，黃承志、徐景珠，歡迎。哇，大家好。好了，老整品記嗬，他差唔多係朋友6年冇見面，幾時間來貼家哈？哇，那時候吃完我真的是很想念，那時候還跟老師的料理，對，那料理。啊，唔過今日是要來比賽啊，哈，來請教一下兩位，有推薦到種啦，乜嘅好教好食好料嘅冇？做啦，清好料就是落給西。當然是有該燈灰清醬清河款，當然都有清醬哦，真嘅哦，清河糕，幾條嘢？青蟲，但是快要2公里了，對，清醬，住在三鋪，約會，哇，所以今日嘅小雞係土壤嘅燈灰。好，來談看下中辣雞票，還有哪位是素材哦？大朋友、小朋友全走在一起嘅哈。我要介紹楊氏店牧場。我有試過，他都在玩東西啊，比如說他有這個都在幾個法出畫那個陶瓷，他都在玩其他的小零食，他都在玩那個因為偽裝的那種飼料、稻草。好，不過老太家講一下，因為呢種辣嘅倒閉，上海講有80%以上都係客家人，很純的客家莊。那麼太家來嘅時間有冇同樣嘅地方做得老料哦？先來進行體育館嘅挑戰。料理大屌絲，大家個卡都要算係自家嘅好美食。兩次愛啲寒天嘅時間地度，用帶來嘅秘密武器，做出一出最戰鬥嘅世界料理。到底哪家嘅美食會較上癮呢？一家之主，跳下來大屌絲咯！好，第一關呢，國家會拿出自家嘅秘密武器出來。我必須說，你風吹條牌拿出秘密武器，7年以來我冇試看過。哇！而且呢，第二個秘密武器我看到的時候，我真的覺得我相見恨晚。要唱歌了。真的為什麼你知道嗎？來，先問一下整品記兩位姐姐，第二個係乜嘅？第二個八寶米做嘅八寶玉釀。
呀，都得是用麻做诶。米跟米曲天然发酵而成，没有加其他任何东西，天然发酵成葡萄糖跟氨基酸，所以喝起来啉起来就甜甜的。这真的很棒，而且他说做在吃酱吃的。嘿，做得零呢，吃下零。我等下我们有机会可以给你们看看。这酒梅会冻冲吗？不会。就有点像米的养乐多，酸酸甜甜的。哦，对，像小米酒啊，有吗？嘿，没有酒精成分。那这个我一人不够呢。来还我。就我们就这些了。对，我们就这些了。对，我们就只有这些。我把猪奶就是安牛米喽。八宝酝酿，来强调一下，是不是全台湾只有你们做？对，现在就是我们台湾只有我们做这个用桃园3号玉香米去做出来的。你去家种的乌香米嘛哈？对。哎，又是自己种的米哦。对啊，自己种的米，它哦，你们弄演一中港铁呢，动厉害呢，该加分吧？我们评分是要从里到外，由内而外，整个合一嘛。从产地哈。好，该优雅给编出来料理很多妈咪。甜米西鸡腿，然后甜米西鸡髀，鼓手用下落去，各位我有椰饼用到底度系嘛？对，用它来做料理啊。对，我太期待了。等一下呢，就是光这个就已经给它满分了，好不好？对。风吹有信心吗？有哦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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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咱吹的一片厉害咯！你看雾的东西先到大家讲出来，秘密武器系马介。肉腿布啊，肉菜布，用你按到几系嘛？乌金肉腿布，肉菜布，为了这是32年的，32年啊！了2年没做诶。哇，老几差不多台呢？看不出来。哦，不能大家皮看咗哦，对。哇，这已经32年呢。黑到，要几件肉菜布，真的超黑，这黑金黑到出油嘞。对啊，它油的呀，很像点马卡了。还有给保顺冻喉呢。哦，这有。这个我真的讲啊，敢看过最补诶。嘿啊，超黑。好香哦！这个太香了，太香了。对。哎喂，该香气哦，完全不能感受到该凤嘴系磨好诶。对。还需要吗？哎，当然，我们就只有这一点哦。你们也这一点。哇，其实哦，你讲个肉菜布吼，做料理哦，其实当多啊，今日会做嘛个料理咧。五心汤，好符合我。怎么说？哎，你看五星的代表啊。干嘛？好，等一下体育馆的比赛哈，梁山夫妻同心，其利断金，有信心吗？有。哇！不要相信比老公还大哦。欢迎两组都已经准备好势，现场马上倒数3、2、1，这样开始。走得开始咯。好，我跟你说啦，因为曾平跟慧玲姐给用啥就懂不会主筹。你还记得谁转移开始港铁呢？4年前大概30岁的时间。4年前30岁的时间，跟时间中嘛想要转移港铁呢。哎，爸爸按阿妹按路诶，想要转移天数，嘿，老哥哥转移天数咧。曾经当小友后生因感应吼转去种下安样接电啊，而且冇法度啊，有人接吧，阿公爸爸就听路咧。很孝顺啊，真的很孝顺，他还坚持到现在，还得到很多奖的肯定，对不对？去年得到该百大青农，你还摸中级哦，太厉害，因为参加的运动多，真的，而且标准也很严格，它的产量很少，对，青南中，他又买很多的，对，OK，一甲地人家用15000斤、2万斤，我们那个香米只有1万斤而已，所以产量特别少。好，不过我们现在插播一下，明明刚才我也本来要喝的那一整碗，全部倒落去啊，蝙蝠贴嘞。你刚还有干嘛东西？八宝鱼呢跟不用落去嘞。还有嘛干？还有老跳油吗？跳油秘密武器就是那个跳油，烤肉酱，清火蛇，跟黑咸卤一来系嘛？嘿，哎呀，示范这样。卤2公银，2公银才会入味。所以你看，一为到今日比赛哦。很多人是造新哦，动走红床，今咩天2日可以去准备。2天还好啦。我来特别30年前又做回来。哎呀，该附近嘛，就会到今日比赛啊。好，我们先过去，大家都转来。好，10公银。你看，那是什么？
给我乌骨鸡啦。林主任，这做咧老大家稍介一下吗？都有肉炊布。它有3代同堂吗？嘿，也带有也个差不多7年的，嘿，后长的也都嘿，啊宝宝的，嘿，3种给炊布来做的同。哎，这个可以直接吃哦。你要做的蛋非常好吃。学了啊，陈志哥哦，到我看世界有主菜吗？有。等一下，他们是你们也是百大青农吗？没有，也是农民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一般讲青农听听哦，人家看一下食神料理王冠军。哎呦，对呀，他们都冠军，怎么会问他有没有主菜呢？对呀，这是那个新百王餐厅是最棍的吼，有去参加比赛，对，我们跟新百王餐厅有时间会交流啦。哦，啊，了桶是问过咧，问过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那些肉炊布，这是肉炊布，肉炊布，肉炊的。我跟你说，待会师傅分汤头大碗一点，好不好？好，没问题。呀，喂，肉胚先不用呀嘛么？啊么，全部用啊，要做的。哦，以前报告的啦。嘿。啊，甲香菇会冰落去吗？等海当冰，嘿，要鸡肉的先冰。好了，先帮你皮料一下，哎，你等下给我转来。好。哎呦！哇，这什么哎？甜蜜炒起来，好下，哇，好香哦！就嫩呢。我真的，它有天然的酵素在里面，所以它会清嫩。所以安是差不多，跟青椒彩椒冰海是差不多好嘞吧？这个彩椒我刚刚已经穿烫过了，对，等下在收尾的时候把它放上去就可以。树木也是这样冰落去，差不多好嘞。要含会调味吗？含会调味吗？调好了，你有干嘛的东西？差不多的时候，有到米酒。米酒，哎，一点。所以盖下就干嘛的吗？摸嘛，全摸。因为它最精华就是那个八宝跟那一碗而已。要收了吗？好收。哇！所以应该是好嘞，就把它必爆了哦。啊，因为讲简单的料理呢。对，要想想看，最难是前面。各种的时间，各种的时间酿那个预酿要抓，然后要放2天。好，那我们赶快去救蓝队。哎，妈个救啊！救！两片完全不是料理啊。他们2组都好轻松哦。哎呀，应该红枣去籽的呀。有嘞，是我听说你们的杠种哦，还蛮平庸，有自己的那种生产履历标章，系咪？从生产到对消费者，按种的菜，按都买年给大家全部提供去按种的。哦，产销履历啦，新附近啦。哦，所以开始就从产地到餐桌，都让客人可以放心。真的，你可以溯源。好，可是呢，压色彩地图，你还不用扭念干。哎呦，肉哦。嘿。厉害嘞！对，它算是肉菜不会好偏肉嘞。扭念干，我吃过客家鸡酒里面加扭念干的。厉害，很好吃。可是为什么地图已经不用肉配干，这边还要放呢？因为肉菜不其他软，冇按油给熬个摇进啦，嘿，为了口感是要加这个，到最后再加这个比较从它不会涩涩。我打开了，对。打开了佢按个夹落来嘛。哇！一半样做下好选，但系风水做下好选，一定在布量做的。哇！你搞的好像鲑鱼哦。瓦萨米会更好吃。对。很冲勾年哦！等一下，热沙2度3碗左右。碗可以就喝碗公啦，用台湾讲就好了。对。好，我们现在倒数，大家来示范了哈。烟草马上倒数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7、3、2、1，时间到，马上就吃可能体管地度，乃副开米是卡站的哦。体馆呢，去个拿出去个嘅秘密武器，先来吃看那凤珠啊嘅全台湾应该只有都要到夜市里都会料理，吃看那哦。
个鸡肉呢，生鸡冻嫩。这个我现在吃到这个甜味，没有加糖，对不对？完全一颗糖都没有。发酵过后的那个甜味，紧紧的非常的清甜。生鸡冻在不对？唔係湯啊，然後其他梅丁啊，做啲起台，這種真的是萬中選一的等級。郑皮姐，你第一时间有没有想到亚厨料理？亚厨料理就是我在家里常常用，对，我们蒸鱼啊、蒸肉啊、排骨啊，或者是这个牛排什么的，我都会加。很棒。慧玲姐，自用班。港片转來嘅時節，譬如牛、韓國蔬菜，食起來下下飯，容易。對，所以出不卡當夾煮來食。哦，你們看一下攬出嚟一片金珠阿姐哦。都好食啦。嗯。嘿，凍嫩啊。嗯。嘿，還有個甜米。好，阿哥咧，先至阿哥。有肉英嫩哦。嗯。米都沒有落去啊。嗯。啊，假使你來做比較吼，你布樣做較好選，但係風水做較好選。一定愛布樣做嘅。哇，謝謝。你教得好。好，等下就嚟看試一下，你哋一片嗰種烏心湯，哦，烏心雞湯，你睇落去。來，哇，好香哦！這個椰糖啊，師傅你手暖，而且重點是什麼呢？也嘅有冇？散推吹布已經爆黏咪耶，韓國呢牙牙結嘅，還有那個蛋糕有一層椰油，有沒有？就可以喝得出來說，佢真嘅係真材實料，落去天天嘅爆出來湯頭嘅味道。曾萍姐，你因為調查不然都後邊之前有試過牙出料理嗎？有試過青梅煮。對，也係講話好小小，你話起來係韓國高煙，超棒，超棒，對，很好吃。必定記周用版。李鼎記，火車豆他已經陶醉在自己的世界裡面了。自動樣版，當甜，然後三台鹽滷出來嘅黑金剛等級的肉菜脯，我覺得很不錯。哦，那整個吃到吼，19不一就缺點，你睇一下馬甲。太好吃了，我知道。这太少了，刚刚卖讲也杀2到3碗，结果一半不到，唔啦，好食冇？好食咯，真好食咯。然後下資料全部拿台灣講，台灣講，貼喺台灣講。你是按台灣的？因為全部講來下度啊，全部台灣講，全部。我覺得真的很棒，而且不管再怎麼樣，老婆做的最好吃。冇錯。好，咁我等下就嚟看一下師傅到底有冇評分咯。好，緊張嘅時間馬上就會到了，齊師傅搶本分數。耶！邱師傅王一本分數。哇！非常好，非常好。齊師傅搶公平。其實吼，掠罐油啊，兩片油啊，真緊講東南片啊，真緊東南片。按愛掠白係片嘛計啊，片講愛啲毛背，含冇濕度嘅東西。哦。因為愛含冇濕度嘅東西是會講，佢該用該即個做該醬汁落去做，啊，讓它的那個雞肉是都凍嫩。哦，啊，掠片呢是正常的特別度佔用因，金毛。好，黃玉漢阿姐來講。我先講紅炊，紅炊吼，他把他們特色的御釀有做出來，不過伊個用吼，唔是煮按舊啦，啊，不過米頭個做過後很難評斷。那懶炊呢，它還有一個症結點做出來，就是它有把那個桂圓放在底杯，因米頭又冇相同，嘿，安尼，所以愛本懶炊。什麼？好，兩組都會得到1分，其實也是我們期待的，因為觀眾朋友，我們的看的時間會發現嘛，我們自己就懂難結啫，兩組都10分佔掉。不過生下來呢，參賽者先不用輕鬆一下，睇下今日玉涵師傅帶來乜個好料理，我留睇下來分享咯。實在好料理。條件一畢業，不過生下來呢，看一下師傅講啲嘢菜苗都乜嘅。雞蓉肉梨，雞蓉洛梨哦，雞，哎，是真的雞蓉的話，我都給攏哦，是雞蓉還是雞蓉？
鸡茸啊，听得出差别，一个是若梨，茸，若梨是洛梨，洛梨，但是也没有若梨吧？落地若梨吗？哦，这边写蔡运啊，一定有鸡茸到洛梨嘛？对，有鸡肉，有洛梨，香菇、火龙果汁、草莓优格、面包粉、酥炸粉。然后你有做？那个鸡肉哈要剁成泥啊，时间的关系。一定要用鸡胸肉吗？鸡胸肉比较少筋，所以你剁的时候会比较方便。哦，那这个呢是要调味，所以我们先调味入味一下。喂嘛个？盐，含油，胡椒粉，米酒，7-8桶。你莫会讲7-8桶，1比1。有问题要问哦，陈志哥，你看得到哈？可以的，哎。全部1比1。酒很难斗哦。你要不要我们借你那个八宝玉酿？也做对了。那个龟好用哦。对啊，快。哦，耳窗哎，系吗？短呢？我们先把它腌制进去，打水的意思。对，重点来了。这个要跟大家讲一下，因为洛梨呢的熟成哈，一定要低的了，不用都这样雕吹水当都的是。某一天要看品种。对。然后呢，有一些哦，就是说你不能够放到冰箱，冰箱它就没有办法后熟，熟了才可以。还有一些人不会做洛梨，那个人嘟嘟好想撞。张妈妈送百乐徐姐的去到落地啊！他做了什么？今秒牛慢切嘞，他就乱切啦。你完全想不到的方式。那现在这去角皮的工作是拔毛啊，好毛啦，这个会影响口感哦。然后那个洛梨哈品种不一样，所以它的做法也会不同。那个洛梨哈，我们要把它做成泥，那。没有调理机，我们就用手压就好了。它其实不用调理，它超好捏。你用调理机洗的时间都比这个多。哦，也是。啊，你个讲啊，哈。真讲。台卡是办用洛梨哦，系当做水果啊、果子类选，也系做料理下豆啊。是洛梨牛奶啊。哦。其实洛梨有那一种吃法，就会讲你把它当生鱼片吃。切一片一片，加那个 wasabi 跟酱油，它吃起来就跟生鱼片一样。没懂后色的，真的呢。不好意思，陈品猪血依然用水果。嘿，懂后色的。因为几条洛梨具有丰富的油脂。这个怎么了吗？实在已经做得它没怎么了，因为它排盘会没那么漂亮。太可惜了，伯谦这有洛梨。伯谦你可以直接吃哦。几款吗？我一直很好奇。因为我超爱，应该动好学上影片哦。如果你们骗我用个啥的，那就骗你啦。那就出来。你有加调油吗？有。瓦萨米啊。可是如果加瓦萨比，会又含加厚。那7款哦。好来。就油不是安多。有没有？好像鲑鱼哦。瓦萨米会更好吃。对。那一盘生鱼片，观众朋友转到我卡做的爱用7款。来香菇，我们要去蒂，好，把那个给用哈，这个已经有味道了，压个米头有硬皮耶，那我们抹在底部，要压好，另外一层。哦，哇，好赞哦！所以既然有料理动特别呢，应该没提100款过按样做。哦，真嘅。刚刚 Loki 泡吗？嘿 ，Loki 泡。牛番师傅，你看牛慢想出了2头料理啊。以前俺唔敢食洛梨，俺要讲嘢米头啊，所以说唔敢食料理，爱做俺敢食。哦。按呢推广在天口的料理要来做的话，好食。1000雞肉啦，1000雞洛梨啊，你等下有切的時陣好好看啊。好嘞吓，好。等下係水啊，係嘛嘅？水。水。你看預算比例哦。差不多100公克酥炸粉。然後我們加120cc 的水。哦，倒一點。像你酥炸粉是唔是人外加軟的吼？唔是。ยังไง又攪好嘅咩？哦，叫攪好嘅嘛。係啊。我先造粉呀嘿。先壓粉、絲粉。絲粉。
哇哦！哎，冻墙个亚西地袂多破 Oreo 诶。 有啊，有啊，你冇食过 Oreo？ 那是都我是都上个巧克力布朗尼。你一定爱吃款，两个亚西地位都最好食的东西。所以你这一年会胖，就是因为有原因的。找到这个好吃的。稳凸有会差唔多做几有凸嘛？也差不多170左右啦，170到180，因为比较有啊面包粉有啊。 好的东西用面包粉哦，伊的温度超过180、190，其实还是不太的。哦，不过应该用5分之后吼，因为这个地步香菇系熟也冇熟咧。看一下。哦，有哈，但是差不多金黄色，像金黄色是做对的。哎哈。哇，算系师傅美个店哦。地图不用手有给色彩东西，这个珠宝盒，啊，又是陈明珠做的珠宝盒。陈明珠宝，我联名了。哎呀，真配哦！咱像系培根的培，还系陪你的陪。但是差不多金黄色，像金黄色是做对的。哎哈。哇，算系师傅美个店哦。哎，后面是派。哎哦，也能这样看。我师傅。嘿，用诶。我假使爱加酥炸粉去好咧啊，怎么个几天还勾一层的面包粉呢？可以增加它的酥脆感。然后也给摆盘哈，还有通草莓优格，很多火龙果。哎，火龙果我们直接把它压，用塑胶袋熊桶安内，听吗？又有那个果汁出来了。哦，火龙果果汁。对。哇，酸酸的，甜甜的，酸酸甜甜。哎，亚给是当季的食物的水果，所以贵红片，好漂亮哦！这道菜完全是我的爱，香菇加酪梨。地上应该还讲啊优格啊，还有火龙果啊，个种冇人来加通吼。不是，耶，优格本身因为是我选草莓口味的，有酸甜蜜，然后搭配亚给火龙果。 椰甜蜜跟膳食纤维其实就很足够了。好不嘞？来，大家给用酪梨又好诶，安用秋后 C 咯。好嘅，做料理呢，你用咸师傅很叫人做椰用酪梨，睇下家有好多冇？你先来品尝看下哦。但是就多马地，怎么办？因为有汉师傅该还好贴片教台来讲，对，这个有贴片的说法的哦。哦，好，讲一下。哦，我们先把那个肉梨哈沾优格，然后等一下哈，让是炸锅诶，给用酪梨啊。 吃原味，然后也来沾酪梨，这样子我们的风味会有很多层次。酪梨本身它比较有什么，知道吗？奶香味。奶香味，古时候要得老给提炼出来。第二步呢？第二步先吃原味。原味，来原味，大家吃一口。冇使用到吼，因为大家可能等上是个泡过的香菇哦。我地位都含有钙用。 动用，还有酪梨有该种自然的油香味。珍萍姐觉得呢？满意吗？符合你的期待吗？有，它那个香菇刚好就 juicy 的，然后配上一点点那个鸡肉嫩嫩的，然后还有那个酪梨，就觉得吃起来没负担。对，没有负担是一个重点。慧玲姐吃到牛板，我感觉不错。 这么一道干肉肉嘛，爆出个香菇地白，我拿当天转到也是翁用意是很有营养。好，来看一下咱这个阿姐，你吃到是否做用饭？吃起来都健康，然后动员这个香菇，吃起来用这个棉花糖啊，哦，圆嘿，微啊用，嘿，都好吃，你会？啊，你上过两套料理，还做做嘛其他变化吗？是啊，挂中间做菜啊，咩都嚟。 系啊，菜味做得加落去啊，吼。其实俩安样的搭配吼，酪梨掺那个鸡梨鸡吼，是都袂干涩。啊，去当创面会弄到酪梨强下落去食。啊，单吃的时节要是都又该有滑顺感。哦，还有一绝食的讲吼，去该草莓的优格，到该加该火龙果该果泥落去吸落去吼，当清爽，
绝妙的搭配啦。手动哦。不错，观众朋友，刚刚头前面有讲到咯，其实呢，弄里啊都台版都好买的多，所以讲几年的挑战都有哦。这个吃吃看，那也出创意料理。不过头前一毕业，马上就来进行最北美馆的挑战。八边料理网，两嘴爱伫寒天的时间地度，用自天的食材变化出无穷样的料理。亚冠唔但将係比美食，咪要比创意哦。都带奶嘴真係正經嘅八邊料理王，一家之主，人哋誰來上菜了？哇，講到今日嘅主題食材哈，對你來講吼就挺凍熟食。真的？哎，是因為我長得很像他嗎？唔係啦，係因為你凍肉牙，凍超完美。啊，打禮拜哈就還需這我是吃下午茶。我大概有1年沒有喝過下午茶這個東西了，我都在一家之主現在喝的下午茶。冇，剛才就講到關鍵詞，下午茶我想到乜嘅？鬆餅。哎呦，又是用慣哦，家家打開來俾大家看一下，就係小胖。哦，這個是吐司磚。我因為幾下太大，我可以先講問我的創意嗎？好，來，棺材板。哦，沒有棺材板，沒有創意嗎？因為珠寶盒煙膽死肉的東西啊。不是，那我想過了，我那來做一個哈貝嘛哈，呢度不用所有嘅食材東西，就變珠寶盒，然後再去烤。哦，做得咯。然後就變下午茶，貴婦就是。閃亮亮，珠寶盒，然後又是陳明珠做的珠寶盒，陳明珠寶，我聯名了。哎呀，哦啊，所以你這個你不能講哦。對，打拋豬要병太去啊。哦，係啊，一口食落去啊。你做係重串嗰種，還有那個，看到那小胖吼，一定要問我們法式藍帶煮。哦，來，把吐司烤上色，脆脆的，然後加一點奶油下去煎。大家有那個廚師料理秀嗎？沒有。冇啦。佢還要做一隻東西啊，奶油酥條啦。貼成條，奶油，對，香噴噴的，烤箱烤好咧。你緊講緊到咧，你兩組內邊嘅想法可能本你講睇咧哦。你要太長了。好啦，楊威芳，你馬上就要用亞嘅小胖磚來進行最北美館挑戰。觀眾朋友，你上好嘛？用亞嘅睇起來輕接上舌頭嘅亞嘅小胖啊，攞佢做變化，你最想出乜嘅創意呢？先來看一下馮翠帶來嘅菜苗都乜嘅？今日蒙普挑嫩頭，好，你自家做嘅挑誒做誒那個挑嫩，自家做嘅挑誒，嘿，冇嘅挑嫩，嘿。我先給他100分。加飯瓜，一個黃鋪。阿婆做咧，手指公冇變下來個呢，哈，那個真憑借。小胖，我們不要問，我很害怕，他也說自己做的。最北美館了，雖然係03好朋友啦，哈，有信心嗎？有，加油！加油！來，攬脆你一片哦，明明係上油嘅店哦，今日做嘅菜安度，陪你衝下見。哦，還有手勢哦，跟推哦，唔單止係培根的培，還係陪你的陪。哦，那我們等下還需要過去看嗎？不用了，有點太亮了，太亮了。好，等下嘴目已經關了哈，有信心嗎？有。好，加油！加油咯！看起來兩組已經都準備好勢，倒數3、2、1，搶開始！大家開始哦。來，我們看一下，剛剛講要紅寶石跟亞根嘞，這個是我們的五條的粉，自己種的黑豆，五條的嘿，炒好黑豆打種的五條的哦，黑豆，炒好個魔做粉哦。啊，先別向係做乜嘅？應該要用蟲條，嘿，要別向。要飯瓜係乜品種的嘛？它有特別的名字嗎？我們的蒙普是阿媽種的阿成南瓜。阿成南瓜，阿成黑滿也是橙汁嗎？不是，阿成是一個品種嗎？是一個品種的名稱。真的是那個橙汁哥的他的發明牌，是那個橙還是誠實的成功的成？阿成南瓜，所以真的是橙汁哥的橙。是水要下去1杯水就夠了。你們用那個翁鋪啊，是為什麼要選這種品種的？是它口感嗎？還是產量多，口感甜？哦，再來。哦，而且這個品種比較不會那麼多水分。對，不會爛才會 Q。看奶珠哦。木瓜型的，它的水分比較多。
木条呢呐，对，木条呢，因起家种的木条会做条呢。木条的，没，种六个木条呢。这个我也想订的。所以你该按用迄个放挂落去水啊煮迄啊，用水啊煮的。放挂龙脯，跟那马铃薯，不用用它煮吼，等下料理机打的。哦，料理机打的啊，对，打油油。等它有过滤吗？打，不是过滤。对，给它打好就会这样子，我们再加在一起。过滤机是摸干口感呢，还是要保持它一点点的颗粒口感？对，还是保持它的膳食纤维，当吃起来它更空。好，摸下这先孔改片。好，我们带过来哦，哈。好，哇，好亮哦！怎么了？很紧张，它太闪了。切都按钮悠悠的哦。跟住阿姐先到大家小解一下，你这个想法啊，落计划。这你还会说啦，因为唔会讲建设啦。哇，讲到生儿就会给他最傻皮的事情。他的小孩年龄差距有点大。你最太老最细差几岁？16岁。好幸福哦，等于他们天天都幸福。对啊，所以你应该吐司有煎鱼都系啊。嘿嘿。你有伫个砧板煎吗？背下拍啊。哦。系啊。啊，你都有今日用嘅小胖吼，看起来还扎实呢哈。金牛蛋，它是比较不一样的吗？突然间都丢进去。奇怪，你没有煎的咩？有条落去。金牛蛋跟卵鸡卵，鸡卵迄个这个落下肉嘅鸡用的卵。伊两沙该用是水可以是哦，他们的故事超像偶像剧的。你看牛曼演学应该不一样啊。啊，那时候当初冇去救嘛，就回一间先发店，然后有好多朋友送他，该这了该这去全部都送他。安尼讲，按开发店冇赚到马个钱，全部赚到一只捕鸟。哎呦，那边有一个美术系的呢。我没有，我在等他的在摆，这个先打底。加拢咧集中啊，酸酸甜甜的，冻度好，冻度好。他的脸上啊，很像是发现了新大陆一样，懂穷啊。按开发店冇赚到马个钱，全部赚到一只捕鸟。哇！赚到一个好人生，天凤人生。好，现在是包着爱心的时候了哈。对。啊，哪一面先煎？这一面。厉害厉害。啊，不过有切水梨。可以摆盘哦，摆盘呢。这是肉啊，哈，不是的肉会较杂啊，这水梨又较水啊，而且有口感。这吃完吃过料，当吃料哈，就解腻。哎，对。哎，你等一下给我转来。哦，哎，我们的南瓜要准备下去呢。这个是对半，刚刚切一半。啊，舌边不按用音系啊。南瓜浓汤。哎，饭瓜比台湾难拿多呢。哎，用煮出来是不按用牛嘛吼？哎，佢真嘅从迄爱讲按用棺材板。哇，哎，看一下，阿嫂，那个珠宝盒做嘛个？系啊，用半音呢。但他这个组合也是这样走口了。可是你不会渗水吗？不会，是不一定顺投入吗？入到家，该把入就走回来。防水的，对。啊，你该有什么改？烤过的是吗？对。要配过哎，可是你这个红宝石跟补条的粉呢？补条粉最尾长到去加落去。对。那补条的粉其实在煮的时间啊，不用一滴滴的落去没做的。这一碗太营养了。对。所以俩透出来吼，就完全可以一起尬走哎，真的很有那种来去乡下住一晚的感觉。你几年前开始想报名这比赛啊？想了1年，终于等到我，真的，终于报上名了。对，因为等太久，太多人报了。啊，该有嘛个？风梨，嘿，等下这个风梨爱吹无下都超好嘞，嘿，超熟的。等下最每条的做的标，该风梨里面有 Omega3、Omega6、Omega9，全方位的食物。369，哎，所以这个风梨，没有脱壳的，嘿，没有脱壳，连引用全都是在壳上面，嘿。所以你要调好位置。倒落去是差不多好嘞，差吗？好。我们在先孔改片底下煎的呢。好。对啊，要烫到上的。好什么？那个黑黑的是什么？跑出来的？哦，
起司啊，因为它的那个培根有糖化，你煎的时候它那个梅纳反应就会出来了。其實佢安樣做真正厲害呢，因為培根啊，當中是做得熟，底部都係小胖啊，要起司啊，一下就好嘞。哇，好棒哦！真的浓香哎，超香的，可是要赶快翻播。今天你帮忙一下了。哎呦，那边有一个美术系的呢。哦，没有，我在等他的再摆，这个先打底。好，其实我们这边也快好了。那我们就先来倒数了哈。现场马上倒数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7、3、2、1。时间到，马上出来吃吃看那最杯面一罐，用一个小汤转点出来料理，来做较赞的哦。观众朋友呀，最杯面一罐，又发现到刚刚太恰都做料理的时间哦，很奢华哎，包括呢所有的东西都会切下中哎，而且呢全部都会整彩色掉。先来吃吃看那风吹。超浓稠的，加底度的那种浓度啊，跟纯度，你吃起来感觉像是在吃整个饭瓜落去大洲用案呢。不过有老你边个挑那的香味，那个黄埔啊，清甜啊，吃起来，那黄埔不是不用桶就清甜嘞，啊又加到个，那大家家挑呢清香，有挑呢香嘛？有，好食懂什么？好食，阿婆中的，黄埔当甜。哦，阿婆中的阿婆中的，对。哦，老友们看一下，金主阿姐，你吃到吼风水做的个浓汤啊，明白呢？浓牛，哎，给浓厚色来。有比你们爱情浓吗？差一点点。啊，陈志哥，你吃到嘞？浓醇香啊！哇，你味道我背后说是牛奶那种浓汤啊，下多。我吼冻小时都要用豆奶来做的。嘿。介下係風水做嘅濃湯，你係攞去完全一下攬脆嘅一片哦，介菜面哦真緊哦，你濃我濃，開你強下見，哦攞結交一些，誒介酸紅很有醬哦，嘅結醬，哦下間嘅結醬，嘅朋友自己做嘅，自己人做嘅，呀，吃东西你会做过，有点像是吃厚片的法式吐司，嘿，都还有呢，因为有加的 cheese， 那边有培根，不说有加香。而且切开给中没整个浓厚色，给里面浓香，有点跟布丁的口感，轻厚色。你感觉很喜欢呢？然后加上那结酱啊，酸酸甜甜的，浓度好，浓度好。他的脸上啊，很像是发现了新大陆一样，懂香啊！李玲姐，你吃到嘞？啊，感觉佢用人做肉嘛，加个结酱来哈，跟平常的口感不同的。然后其他肉肉，等于来。会加下好吃，对，又加懂香啊，对，好。哦，各位们看一下你啊，好亮，好亮，真紧好选的，睇到都按咯呢。什么？啊，自家去讲啊。好亮，俺姑娘，换了好几个，我都在按不了啊，都个试验的啦，试验做出来的。哇，真紧好选的，因为哦，今日里头事情实在系小胖。因老鸡的食材提鲜白啊冻好，因为它本身会吸汁。它那个用培根来煎，用起哦煎过之后下出来，它那个深红它就结酱，找不到缺点呢。缺是什么？就好像锦珠姐没有缺点一样。你也知道，里面点头如捣蒜。马尾好，你下细节咯，最每一罐的哦，都带4副营养版拼盘的，一家来看。好，真紧懂紧走啊！我自己也很紧张，因为两组我7个习惯都好，都说讲动站到，发比都动好，唔够交本师傅来手理嘅，齐师傅抢本数。哇，蓝水一份！恭喜恭喜！哇！其實還沒動緊張，你下話肉歡師傅搶不付出，藍水2份，จิ้一下哦，จิ้一下，一定有理。哎呦！其實傅好好嘅搞太厲害。哦，我都好好講一下吼，其實吼，甲紅隊記嘅做甲南瓜濃湯做咯凍好啦。啊，不過基本嘅主題係吐司，啊，你用擺做嘅從個想法係講吼，你做咧烤過嘅吐司，從應該都挑選一個一粒粒吐司油啊，
烤过之后落去炒熟嘞，蛋肠炒该黑豆粉到红藜麦啊盐巴一点么调味匙去倒出来，应该吐司党会又发挥到该我们原来的变化有创意。嘿，真紧吼，咱对我本机吼，其实我想法，我头先食吼，我拍到个柠檬片是摆酱的，我有跳骨油了几道该培根底部，本去食，大肠是解腻的感觉，食到口感就当好，哎，是吗？好，然後換玉漢先生來講。我先講紅炊，伊紅炊吼，伊個做出來濃湯的口感，有層次感。不過同徐師傅講的相同啦，吼，伊吐司緊比是主角，小帕莫把它的特色起那個濃湯的加分作用，好，就差一點點。那南炊呢，它出現的層次感非常好。底部有柔软的吐司，把它展现出来，然后之后有那个起司的浓香味，那外面还有培根的那个肉香，最后其实我觉得它那个极酱哦，好朋友贵中油那个极酱的纤维啊，甜咪香咪有加分。那个是秘密武器。啊，两组呢都表现都十分的好，马上就来颁奖喽！耶！皆大欢喜，用班讲呢，因为哦，虽然讲我都比赛啦，不过你开始就讲好诶，也系个友谊赛，请有福气嘅系安利先生，今日都是到好料理，比赛成绩已经是出来嘅，南吹得到3分，凤吹得到1分，先来恭喜南吹咯！哇，南吹也偏好，昨天得到3千多嘅加彩金，恭喜！那就真拿啲3000元呢，过来一边一个来嘅。好啦，唔过你凤吹得到嘅系乜嘅呢？我苏红拿也系意大利金球嘅厨神系不锈钢的道具组。哇！开心开心。都好看人哦，拿到公主唔怕，用過年嘅時間就用下嘅好好嚟做出來。今朝啊，即昨天咧大家分享下，你老人家老公啊、好朋友共下來參加比賽先得。今後夠啦，要展現一下我自家煮飯的厲害。啊，又嘛嘅，昨天正價2公婆自己嘅感情奉獻嘛，你們自己的小撇步是什麼？按不了做晚餐的時候，2公婆中下做，感情一定好。某句聽我嘅動強。當曉得用伴奏，不過就係嗰種陪伴，到選項嘅心裏就挺愛要。今日看到這兩衫，啊用當歡樂嘅畫面哦，所以增加所有觀眾朋友就說，我清楚今日安布哦，就在找你嘅老公、找你嘅老婆，強下來做強家事情。希望喲，謝謝。你鳳吹呢，咪係一個東南地嘅組合群，都帶阿嫂呢叫下來比賽，大家太起加油，有認真聽嗎？因為從頭到尾後用到嘅食材，除了一開始嘅雞肉唔係自家學嘅以外，全部都係自家不卡，仲係藝術嚟在別，故說呢真件千有心意啦嗬。這面子俺叫冇看到，冇想到你，同樣俺實地股都會做好一件事情。你要不要參加心得老太家分享一下？要不要參加最主要嘅是。老太家講，因台灣有清河嘅台條誒、布條誒、網條誒，有清河式嘅那個網鋪，請太家呢多多用食台灣嘅農產品。有意，同意，冇太家。請大家好好支持台灣的農民哦。好，第零季要不要參加心向老太家分享一下？當歡喜今本日來參加了節目。然後老婦家嘅東西全部都如弄出來煮，應該感覺到歡喜。下次我們會再加入，過來一拜哈。對，恭喜！好，今日節目呢正經動戰表，你看強扎沙期嘅人，你難得有按樣幾比啦，因為強下來6樣。不過行價重點係一件事情，觀眾朋友你有看到冇？台灣嘅農業做得按發展，就係因為有按道按有心嘅農民朋友，想睇自家一定要多多來支持哦。係啊，台灣其實是係農業嘅大國啦，所以吼，見到後生要轉今年轉到中下，轉到今年轉到福卡，按用地區自家福卡嘅農業吼，盡量不記得鼓勵一下。所以假使你想要鼓勵記得，我想嘛嘅，大家打電話報名參加呢個比賽哦。依家資助等等你來到亞道 B 嘅分享，亞家鄉嘅特色，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拜拜。